所以伫台湾做主播是一件真幸福的代志。继续来看，有一只苏澳籍的渔船，船顶4个台湾人、2个印尼人，昨早起9点外出海掠鱼，可能是刚掠过界咯，去互日本的取缔船来拿查，人互逮捕，船仔互扣押。到底是无小心食过界，或者是调故意的，爱过进一步调查。 一只载4个台湾人，甲2个印尼人，苏澳这个红彩头6号渔船，敢若是食过界掠鱼啊！昨早起9点27分，互日本的取缔船扣押。根据日本水产厅发布报告，这只台湾渔船无经过许可，刚驶入去 Okinawa 乌那国岛，驶机零塔正方位229度，15.6海里的经济海峡。 涉嫌违反着专属经济海峡渔业主权的刑事法，所以将4位船长逮捕。他没有来找我，所以我也不便发表我什么意见，因为状况不清楚。如果是在里面被追赶出来的话，那个问题就很大了。苏澳区渔会总干事陈春先讲，假使若是无设置刚走入日本的经济海峡，可能会罚款300万的日本钱，少是63万的新台票。假使船长通报渔会，会当协助联络政府的相关单位提供支援。 宜兰渔民更加透露讲，人甲船封扣押，会当找日本上诉。你若法度甲日本上诉是30几万，啊，你若歹麻烦，你就是127万甲坑到遐。渔民讲，渔船甲船长登来台湾了后，台湾政府卖做出对应的处罚。这是Okinawa综合事务局外国渔船对日本部今年第一只扣押外国船只。 到底是无势力，也是调岗的，更需要调查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